嘅屏東嘅前鋒國小嘅使用中心總共使用有70人嘅仔面，詳細嘅情況呢，研究先嚟看下接下來嘅新聞報道。新年呢，天天嘅投教室度掉，仔面上係草圖教研度，無奈何嘅功德能把應該運用嘅來建立家園賬號。一般冇拿嘅風采度，高速向前鋒吹嘅仔面，現時有70人嘅安置頭冬天嘅前鋒國小，其中沒有一度嘅係客家雄起。不卡未受到嚴重嘅破壞，講起嗰陣時嘅情形，還係心寒膽準，同時希望政府做得牢記亞條天數。好凄慘啦！哦，安尼啊，太風太雨無法度啊，講無生命有唔錯嘅吼，講愛拿東西，講哦，無辦法將一個人走出來安尼。前提啊，國家嘅恢復正常本安尼有蔬菜好放鬆安樣啊。公務機構暑假就會結束咧，學校未會陸續開學，尤其是人嘅係啲好高度嘅仔面，未來應該運用嘅實戰項呢，也就知道東範咯。唔講現時，屏東縣政府已經有為初步嘅規劃，學本仔面有一類較長期嘅美術學習。係我哋嘅邊行起地喎，係咪太少唔到過來唔到借話都難要，唔到行啊難啊都唔掂啊，佢要同媽媽規範咯。和當地有一個大金農場來做一個正式簽約，來安置所有災民不能再回去家園住的這些災民。觸電風勢嘅隔壁，就成法務部長黃前鋒用風勢設備代表嘅成分，最近同你前鋒國小，輕確定災民嘅數比亞條加油。同時呢，未透過訴訟中勞動體嘅代表召開小型嘅會議，希望做地位做地解決災民係嘅問題。下個新聞，小報號5月屏東報道。